重型機車一台接一台，後壁更是有法拉利甲勞斯萊斯。一台攏要破千萬，特別請來做前導車。大場面就佇咧台南體育場頭前。咱立法警以及咱批量江、東亞燈、林口五聖團以及咱藥聖堂，攏來接駕。自發性的要重機車隊一起參加這樣。我們的重機跟哈雷的不一樣，我們的重機是印第安的。那我們隊長就是之前新聞上有報出車禍蠻嚴重那個隊長。然後我們這次來也順便幫我們隊長祈福這樣子。獲得野廟的土地公是西龍隊第6查來的，當時嘛是全台上早奉財西龍的廟宇。下門淨蓮寺將軍祠的西龍分靈嘛是來自這。這回因為重新安造，舉辦慶祝活動，邀請祖廟坎西城總司前往做客，親到明朝軍號的台灣西龍，坎穿清朝武裝的第6西龍坐做伙，畫面相當稀奇。伊佇咧下門嘛是有相當的肯定，包括阮4市中心會佇阮下門，還佫包括菲律賓、包括印尼。各方面。這架隊伍當中上特別是地成功迎接西龍的畫面。當年地成功抬西龍的家族，這致使西龍向清朝投降，後來帶兵攻台，消滅第4王朝。也毋過，這歷史恩怨，佇咧342年後的今仔日，已經由現代人大為化解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